淺色嘅系列呢，其實呢幾年都係比較受歡迎㗎。奶油風相信大家都睇到唔少啦。今日見到我呢一身裝扮型少少喎，嗬，帶你去一個單位呢，就比較特別啲，型格少少嘅，不如即刻上去睇咯。今日嚟到元朗嘅朗城匯參觀一個2房1梗廚嘅單位，實用面積532尺。屋主二手買入，全屋除咗廚房之外，都做咗翻新嘅工程喎。屋主亦都比較中意深色同型格嘅元素喎，所以就以工業風為參本做設計。咁就睇下我點樣幫佢設計啦。屋主呢有張餐台啦，同埋個電視櫃呢，非常之中意喎。所以喺設計上邊咧，我要配合翻呢一個設計，更加咧喺個牆身呢度做咗一個特色嘅泥水效果牆，摸落去有質感㗎。雖然特色嘅藝術油漆咧價錢會比較貴一啲喎，但特殊嘅紋理同埋質感咧可以帶出豐富嘅層次，增加咗獨特嘅氣氛啊！客飯廳咧，其實主要嘅收納空間就喺玄關呢一度啦，所以我就做咗一組大櫃啦。其實佢好多用途㗎喎，我哋去發掘下咯。近大門嘅位置做咗一個寬闊嘅長身凳，有更多鬆動嘅空間，可以坐喺度換下鞋，方便又輕鬆。而底部咧預留咗嘅地方咧，可以嚟放下日常經常着嘅鞋，有更整齊嘅空間啊！懸浮嘅感覺亦都令玄關位冇咁壓迫。背板利用咗木條子嘅設計啦，令到深木色嘅木紋更加鮮明啊！有豐富嘅視覺效果啦，同埋裝咗一啲掛鈎，出入門口嗰陣隨時就可以掛下外套、手袋，非常之方便啊！側邊嘅掩門呢，做咗一個全身鏡喎，利用反射伸延視野，增加咗玄關嘅空間感啊！而且着完鞋照一照先出門口，咁就萬無一失啦！10幾尺嘅大櫃，全部要嚟儲物，當然係好啦。但係好似望落去有啲寡，所以咧喺對住通道呢一個位置咧，我特登做咗一個玻璃嘅展示櫃，可以放下啲飾物啦，做埋燈光效果，非常之靚㗎。而且咧，亦都做咗一個中空位，有時擺下啲濕星嘢，靚得嚟又實用。知道屋主有養貓喎，所以就預留咗個位置放貓砂盤，俾貓貓處理生理需要啊！上手業主咧，廚房都 keep 得好好喎，櫃身啊、牆磚啊都非常之新淨，所以咧廚房我哋只係將個掩門改咗做一個英式嘅吊堂，連貫翻工業風格，望落去舒服又簡單又連貫啊！趟門咧都特別做咗鋼絲玻璃，同時幫助廚房同客飯廳有更好嘅光線啊，又可以慳位，一舉兩得啊！配合翻屋主現成買嘅餐台啦，做咗個半腰櫃連餐椅，有個座背挨住坐喺度食飯就更加舒服啦。同時玄關亦都多咗啲收納嘅空間喎，上邊3邊玻璃展示造型咧，可以全方位欣賞自己嘅飾物，營造一場視覺嘅盛宴啊！顏色方面咧，都係做咗黑色嘅石紋同埋深色嘅木紋嚟配合翻整個工業風格。你見到層板嗰度有一個橙色幕，特登做出嚟型格啲，有 style 啊！你亦都見到一個Do Re Mi長至短，其實係特登做嘅，留俾主子喺度 hea 下㗎。衣帽間咧做咗2隻大櫃喎，可以放多啲嘢啊！而且分別都做咗趟門嘅設計，開門嘅方式更加靈活又慳位。為咗方便襯衫穿搭啦，櫃門亦都做咗幅全身鏡喎。同時亦都擴闊咗房嘅空間感啊！橙色配上黑色嘅石紋，形成強烈嘅對比啊！輕輕帶出時尚嘅感覺。原則咧，主人房有個小露台啦，有2個氣窗位。上個衣櫃咧做得大啲喎，所以床就歸邊拍咗呢邊啦。做咗出嚟個空間都好寬闊，你睇下好似張書台咁，做到個曲尺位，做起嘢上嚟都幾方便㗎。書台嘅擋水板咧都做咗 LED 燈帶，有更多嘅光線啦，亦都營造翻放鬆嘅氣氛啊！上邊就做咗個開放式嘅層架，
可以擺下一啲少少嘅物件啦，或者飾物啦，又好睇又方便。顏色同物料嘅配搭咧，都花咗啲心思喎。好似書台圍身白色嘅石紋，同埋床頭黑金色嘅石紋，產生一個強烈對比啊，增加咗層次感同立體感。房間其中一個細窗咧，啱啱對住個房門喎，而且望到對面屋添啊。個窗亦都有6寸深，所以咧我就諗咗計仔，做咗個櫃 cover 咗佢，望落去成個設計都貫通晒，而且仲可以順眼晒添。考慮翻屋主有更多嘅儲物地方嘅需要啦，床邊都做咗一個地台櫃桶喎，可以擺更多嘅雜物啊。床頭嘅牆身咧特別做咗深藍色喎，突出咗屋主嘅個人品味，展示出獨特嘅風格啊。浴室嘅地磚同牆磚統一用咗花崗岩嘅天然石紋，帶出自然嘅感覺。地下同牆身無縫一體，拉長咗視覺嘅效果，增加咗空間感啊。浴室櫃嘅飾面用咗三角蜂巢形嘅圖案，製造出抽象大膽嘅視覺效果啊，增加咗時尚嘅氣氛。企缸嘅牆身咧，特別做咗寶藍色嘅格仔磚，顏色非常之醒目啦，成為浴室嘅焦點啊！利用飽和度高嘅效果，輕輕帶出微微嘅復古感覺。呢個位置咧，特別做咗2個凹位，放下洗頭水啊、沐浴露，非常之方便啦。今日就介紹到差唔多啦，喺尾聲都想俾個小貼士大家。其實而家一般嘅特色油漆咧，除咗可以做到水泥啊、一啲石紋嘅效果之外咧，其實仲可以有一啲磁石啊或者黑板嘅造型嘅喎。當然啦，做特色油漆咧係會比較貴一啲嘅喎。其實係有2個原因嘅，因為首先要有一位專業嘅油漆師傅去做呢一個工藝啦。第二喺個時間上邊咧，工序亦都會繁複一啲，會比較長一啲。所以如果大家諗住考慮做一個特色油漆嘅，我建議大家咧可以考慮只係做1至2幅嘅牆身，去突顯翻成個設計。下次見，拜拜！大家記得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、YouTube 同埋 IG 啦，最新嘅影片隨時你哋就可以收到啦。下次見，拜拜！